家平安。在先甲所有的妈妈Happy Mother's Day。这拄啊圣歌队唱一条歌吼，阮对主日的时就咧唱。逐摆若唱这条歌的时候，都是迄个调，互我会安尼，我袂晓讲迄个感觉啦，都会想老母，想阿嬷，我会想阮阿嬷，真疼阮吼。这真正真感谢今仔日恁这条歌真正是足好听的歌，咱真感谢上帝，咱来做祈祷。特别是阮伫即个母亲节时，阮要搁一摆来孝念阮的主的老母玛利亚，伊为着阮大家培养你的囝，为着阮定死伫十字架。主，阮感谢你有伊。阮知影伊伫世间的日子过甲真艰苦。总是你扶持帮助你，特别你予你的囝对死过活，予伊有愿望。阮感谢你伫历史上即款的作为，愿你的圣神教示阮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母亲节吼，毋是教会的节日，毋是像圣诞节、过活节。总是母亲节是对教会开始的。我毋免搁提起是1904年08年，伫菲拉delphia有一个查某人孝念因老母，嘛是伊嘛无想讲会变甲遮尔大啦。伫教会内底孝念因妈妈，因妈妈是主日的教员，爱孝念因妈妈对迄个教会开始吼。愈传愈快，我感觉台湾在庆祝母亲节比遮搁较大呢。我对 YouTube 有看吼，迄国公那规真大咧跳舞安尼，拢在庆祝母亲节。咱遮也无安尼吼，不过咱袂歹，咱确定要落楼骹做伙食好食的孝念老母吼。老实讲，阮做牧师的吼，老实甲你讲，母亲节讲到真歹准备呢。我去年母亲节讲啥，恁会记得无？无要紧啦。我去年母亲节讲摩西的老母，讲摩西的老母。我今年想甲想想，来讲耶稣的老母，来讲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的讲道，我讲过来边啊。我即摆吼。对另外一个角度，咱来想玛利亚这个信仰的前辈。我要大先对圣诞节来开始讲。圣诞节，咱大家拢真爱过圣诞节。总是圣诞节哦，我确定啊讲互你听哦。圣诞节玛利亚实在真歹过日呢，咱真欢喜，咱伫遐咧欢喜的时候，圣经内底我捌讲过吼。4本福音书拢总89章，内底敢若4章讲耶稣30岁以前的代志，嘛无讲上讲到12岁啦，对啦，剩咧关于耶稣出世哦，敢若2章，马太2章，路加2章，咱拢知影。我大概将这两本册关于耶稣出世哦。跟玛利亚的关系，当然跟玛利亚主教嘛吼，有关系吼。马太第1章到第2章哦，第1章开始的是耶稣的族谱，第1节到17节，啥人生啥人，啥人生啥人的吼。过来吼，第18节开始就讲耶稣的老爸约瑟发现着玛利亚怀有身，伊要退婚啦。伊要退婚，天使来甲伊动，叫伊讲你毋通，你有一个囝，这个囝要做姨妈落去，迄咱逐个圣诞节拢咧听吼。天使来甲伊动，耶稣出世，耶稣出世了吼，东方的博士看到星，
讲对迄个生要来拜耶稣，因唔知影要对对去耶路撒冷去问希律王，讲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伫倒？咱知影个故事吼，为着安尼吼，希律王吼叫因去找了后，因离开了，希律王将伯利恒附近2岁以下的查甫婴仔拢杀死，这真通惊的代志。当时天使去甲约瑟讲，你爱走，所以耶稣出世无偌久，伊的家庭对伯利恒走去埃及。耶稣出世就做难民呢，你捌安尼想？耶稣自己就做难民呢。马太福音段写这个圣诞节，互我的感觉是吼，足暴力的吼，台安尼抬来抬去吼，万度暴力安尼吼。路加就无共款啦，路加是第1章甲第2章吼，开始的时路加写天使去看惊死咧约翰的老爸。讲因年老要得到一个囝，因老爸唔信，去互天使甲刑罚，总要变恶狗的。伊了后吼，有言惊说咧用的出世，过落去就是天使去找玛利亚，甲玛利亚讲你要怀孕生囝，这个代志。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了后。伊去找伊丽莎白，就是惊死咧约翰的老母。迄个时阵，伊已经有生6个月啊。玛利亚去看伊，伊丽莎白看到玛利亚的时，伊做一首诗，伊唱一首诗，真水。伫路加福音第1章，伊丽莎白唱迄诗了，换玛利亚嘛唱一首诗。迄真出名诶！我的心尊主最大，迄真水一首诗过来惊死咧约翰出世6个月后，耶稣要出世以前，玛利亚甲约瑟为着政府要抽税，因爱返去因的故乡。所以因爱返去伯利恒做家教，耶稣伫伯利恒出世，出世了，咱拢知影，伫旷野有各样的伫遐，天使来，搁唱歌，真水的。耶稣出世，过来，约瑟甲玛利亚8日了后。照例抱耶稣去圣殿，献耶稣。伫遐拄着一个老人，老先知或者西面。这个西面看到耶稣这个婴仔，讲是圣神感动的。伊甲玛利亚讲一句话，这真要紧的一句话，咱确定会讲到的。伊甲玛利亚讲。我知影这是上帝的囝，这个囡仔是真特别的囡仔。西面甲玛利亚讲你本身的心为何来嫌插烫过？无来无去甲讲这句话。我想玛利亚迄个时阵听甲咱听咧，伊毋知影意思。这个代志了后，就是。耶稣12岁就圣殿，父母找伊找2、3日找无，找到的是甲讲你太安尼款啦。耶稣甲因讲，恁哪会咧找我？恁敢毋知我爱伫阮老爸的厝？路加伫路加福音段里面2摆讲玛利亚一寡这代志发生伊真正是乌煞煞。路加讲2摆，一摆伫路加第2章第19节，我有冲出来。
两遍拢有无？哦，两遍。头一个第19是上，故意要来拜耶稣了后，因为发生这个代志足无平常，所以玛利亚将这个代志藏伫心内，不时地想。搁一个是路加第2章的尾啊，耶稣应伊的老母迄个话。路加讲后来耶稣对耶路撒冷甲因倒转去拿撒勒，顺探因，伊的老母将这个代志拢藏伫心内，未了解总是拢藏伫心内。我顶礼拜有讲我相信路加一定有去找玛利亚。去讲耶稣的代志，因为路加写的，我拄仔讲马太是安足暴力安尼抬路加毋是呢，路加足光足水的，这诗情画意啊，台湾迄个真水的，得讲天使安怎来找伊，伊安怎去看迄个行洗礼约翰的老母，这敢若玛利亚知尔呢，无人知嘛。所以真有可能，我相信无毋对，路加有去对玛利亚得到这物件，真水。咱圣诞节拢要安尼看，这做老母的玛利亚，无可能袂得到。总是讲是安尼讲过来玛利亚的日子咱来小可真简单来看耶稣的家庭。耶稣的家庭，我讲了恁中间我问无啦，恁中间有人为着家庭的代志咧头壳疼毋免头壳疼，耶稣嘛共款啦，咱来做伙看照传说讲，约瑟敢若无偌久就过身去啊，因为12月以后，所有的代志发生是18年后的代志。这中间发生真侪代志，当然总是圣经内底无，咱毋知影。咱知影的是是伫我有创伊的耶稣的兄弟啊，耶稣兄弟啊真侪迄耶稣伫伊的故乡。伊开喙教世人，大家讲这个因的同乡的人讲，伊减毋是目睭，可能这个时阵约瑟就过身啊。耶稣承接伊老爸的事业，伊敢毋是目睭，减毋是玛利亚的囝，无讲约瑟，所以可能约瑟已经过身啊。搁去伊的兄弟雅各、约西、犹大甲西门的兄弟，伊的小妹兼毋是甘咱住伫遮，迄小妹希腊文甲英语拢是复数的，所以你甲算算的耶稣因兜5个查某的，上少有2个查某的，真闹热啊，一定真闹热啊。阮兜我上大，我下骹4个查某的，1个查某的，阮兜6个，我敢若会记得阮兜不时就咧闹热。我要一摆读一篇咧讲家庭的文章迄个作者写一句话我想真久想拢无。伊讲伫家庭的内底nothing never happens。我读偌久咧 ，nothing never happens， 就是伫一个家庭的内底毋捌无代志啦，毋捌无代志 ，nothing never happens。耶稣的厝因
这个人知影耶稣了，你有听无？搁落去，因煞对耶稣起反感。伊开喙教示人的时，人讲哦，这个人哪遮尔有智慧？一个知影伊是这人的时，开始反感啊！这实在是，耶稣嘛真歹过日的，耶稣嘛真歹过日。你甲想，啊，伊的家庭安尼吼，啊，这个时阵吼，咱会当讲，玛利亚是单亲妈妈啦。伊请这伊约瑟当几号过身，这囡仔偌大汉，咱毋知。总是咱会当想象，咱会当想象。但耶稣30岁开始出来传道理，离开伊的家乡，当然离开伊做目墙的事业。你想，迄会影响伊的家庭未？当然会啊！啊，伊去外口吼，开始去外口吼，惹足侪麻烦，咱拢知影。上尾红掠喺顶受一个，迄个麻烦是直直接起来。对耶稣出去开始传道吼，大家就咧想讲，这个人的神经敢若有问题款。啊，这毋是我讲的，这圣经讲的。有2个所在吼，咱看迄个马可第3章，伊的亲人第21节。伊的亲人讲吼，讲耶稣伊精神失常，笑。啊，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讲，伊互邪神附身，总讲一句，耶稣互人看做笑的，耶稣互人看做笑的。啊，你想，玛利亚。迄个时代的人，甲咱这个时代的人拢同款。恁囝安怎吼？有真侪好心人会去甲你讲，一定的代志。玛利亚毋知听偌济，伊这个小弟吼，对这个大兄吼，一定真感冒啦，就判伊精神失常啊！啊安尼，因为。耶稣甲学生伊的兄弟的中间会紧张关系吼。约翰写足好，第20节到第5节来听。伊讲吼，迄个犹太人的祭祀得要到，所以耶稣的兄弟甲耶稣讲啥？讲你吼，你就去吼，你就去犹太，耶稣已经惹真侪麻烦啦，伊知影伊去遐会真危险。伊不爱去负责，伊的小弟甲结，讲你若袂哦，你就去，啊，你就去遐吼，人才知影你咧做啥代志啦。啊，你若要出名，就爱去较侪人的所在啊。总共是安尼啦，这是伊的兄弟对伊讲的话。啊，第5节，约翰讲，因为连伊的兄弟嘛毋信伊，这是耶稣的家庭。也你想讲玛利亚做老母，伊敢会当这代志甲伊拢无关系？我伫个想玛利亚吼，伊耶稣出世是经过遐个代志，伊会记得，伊知影这个大囝是真特别，毋过现实就是安尼。伊的村的囝拢对伊无对这个大兄看法，你决定安尼要互咱知影讲吼，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吼，圣诞节做节的时，真侪囡仔拢真爱做玛利亚吼，玛利亚无好做，你敢知？玛利亚有影无好做呢吼，但咱用这个背景吼。来看，咱今仔日的圣经节，今仔圣经节咱大家拢，如果恁定定听，一定定定听讲的。耶稣伫教伫些所在，啊，伫些厝内伫教示人，啊，伊的老母甲伊的小弟来要甲伊讲话，真平常的代志。哦，咱一节一节来看哦。
但先看46节到47节哦。耶稣得甲众人讲话是，伊个老母要来要甲伊讲话吼。第47节，因有人甲耶稣讲，你个老母甲你个兄弟伫外口要甲你讲话。你读这2节的时，我有得到2个结论啦。头一项，我相信这是玛利亚的意思。要去看，要去找耶稣是玛利亚的意思，是安怎你知影？伊这兄弟吼，我是有是感觉足懊恼的。证据伫倒？因教会是无要入去呢。教会入去甲讲，恁老母甲恁小弟伫外口要甲你讲话，教会入去。玛利亚吼，伊听到遐尼济代志，做老母伊当然会感觉 ，finally 知影伊伫倒遐，伊招伊别个囝讲，咱来甲带转来。因一定是要去带耶稣转来，出伫听心无问题。伊个小弟咱毋知。老母一定是出伫听心，要去带伊转来。到遐时，因毋入去，教会要叫耶稣出来。咱知影这个故事啦吼，第48节，耶稣听到问讲，啥人是我的老母，啥人是我的兄弟，因为假使你是玛利亚甲伊的小弟啊，伊甲问讲，啥人是我的老母，啥人是我的兄弟？啊，这若无孝，无是安怎？哪有这个人？哪有这个人？你问这个问题？我定定咧想讲哦，圣经哦，拢照安尼写，这实在是真。我这写圣经的人哦，因真正这若要我写吼，我大概会写讲哦，耶稣听到因老母甲兄弟来吼，足欢喜的，出去外口甲因赢字，甲因吓去，欢喜安尼，因为这是普通人的反应。啊，耶稣若安尼哦，无人会讲伊写的，真好的做代志。总是毋是耶稣问这个问题？假使你若是伊的小弟，咁玛利亚，你人入去甲讲，因伫外口。我想因伫外口听到伊咧问这个时，因大家感觉讲，我感觉咱无入去哦，入去搁咱的面头前问讲，啥人是我老母，啥人是我兄弟，哪有这个人？耶稣讲这句话吼，伊的要紧是要讲过来迄2节啊，要讲过来迄2节，迄2节是伊这个代志真要紧的一点。伊讲吼，伊用手举伊遐学生，你看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，啊49节，第50节。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甲老母。耶稣48节问迄个问题，是为着要讲这2节，这是耶稣真有智慧的所在。我相信，恁听真济牧师用这站圣经讲道啦。我在准备的是看所有的圣经的主角拢安尼讲耶稣吼，毋是咧看轻伊的兄弟，毋是要看无伊的老母，伊是用迄个机会，要互大家知影讲，上帝国这个家庭哦，毋是干那血统关系那点，是信仰的关系。有影，恁毋知有感觉无？有时啊，咱会当讲话，会当做伙做代志哦，有时比兄弟较亲呢。耶稣
耶稣哦，我拄有讲，大家讲伊起笑吼，耶稣嘛真无奈，你知影？耶稣嘛真无奈呢。耶稣知影伊说做诶代志，无人会了解。外人讲伊是互邪神附身，厝诶人讲伊是笑诶。耶稣，我拄啊袂记咧讲诶所在。耶稣伫马太第10章遐吼，讲即个话吼，真正是足咸诶话。我创 PowerPoint 出来，伊讲吼，过去吼，伊讲吼，伊甲因讲吼，毋通想讲我来即个世间吼是要带来和平，我是要带来刀剑。啊，我来吼要互人分裂，人对抗人对抗老爸，查某囝对抗老母，新妇对抗大家。人的对敌是家己家内的人。你看耶稣讲即个遮咸的话，大家看伊做笑的，伊毋是笑，总是伊做的代志无人会了解，伊嘛真挫折感呢。这是伊讲的呢。所以咱搁倒转来看，咱拄仔看迄个圣经，咱大家拢讲哦，咱大家拢讲啊，这是耶稣要互人知影讲，上帝的家庭吼是毋是血统的关系，是信仰做中心，行上帝旨意。耶稣的教示内底行上帝旨意足要紧的。伊教咱祈祷内底有一句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上帝国就是上帝旨意会当成，迄就是上帝国。所以上帝伫遮讲，耶稣伫遮讲，行上帝旨意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。传统上拢安尼讲，圣经解说拢安尼，这无毋对。总是我要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咱会当安尼解说，咱会当安尼了解吼，是因为咱甲耶稣差2000年啊。真济即中间真济圣经学者有啊甲咱解说，咱拢知影，咱听啊，咱嘛读到即阵圣经的时，咱就讲啊，耶稣就是即个意思。总是你爱甲想讲，伫遐听耶稣问即个问题，伫遐听伊无认伊的老母甲兄弟。颠倒人甲伊完全无血统关系，遐学生讲，遮一是我的老母兄弟姊妹。你想听伫遐听的人安怎？去讲伊笑以外，还佫有啥物人好讲？敢是安尼？咱真好命，咱2000年后，咱活倒转去看，咱知影耶稣的意思，遐个人毋知呢。啊，佫一项，耶稣无甲人说明呢，伊讲的啊就讲啊，讲过啊。耶稣无甲人说明，毋是伊毋甲人说明啦。我想伊原来知影，迄个时阵伊要说明，伊嘛毋听啦，咁袂晓哦。人就是安尼，敢毋是？你若甲我无同意哦，我佫甲你讲啥，你嘛毋听啦。耶稣毋免听，毋免讲。恁误会就误会，拢袂要紧，啊，就是安尼。伊来这个世间是要，互咱信上帝，行伊的旨意。啊，恁未了解，啊，就后摆才佫讲啊。啊，佫一个，我伫准备的时，佫想一个问题哦。等伊的老母甲伊的兄弟仔来找伊。伊有甲因转去无？圣经无写，圣经无写。伊有甲因转去无？你有咧？我甲你讲无啦，上老无你知影？12章的50节了吼，第13章的第1节，你看吼，你第3节我册从第13章的第1节，迄个我从 PowerPoint 啦，哦。讲上迄日，耶稣对厝里出去，去湖边，
伫遐开始教示人讲一个足出名的譬如夜景的譬如，讲有人出去夜景，恁知影迄个故事？迄伫马太第13章，伊遐话讲了吼，伊也无说明上迄日耶稣对厝呢出去，对伊咧教示人迎出去，去后边伊开始咧讲，敢若无这代志。马可伫第3章吼，真注意马可的这个故事吼，耶稣咧问我谁是我的兄弟姊妹个，这个故事吼，放伫第3章吼，第3章的伊放伫第3章吼，第3章的31节到35节的所在伫遐。这个第3章，这个故事的头前吼，对第3章的第26到第30节咯。我伫遐写者，反正伫这个马可伫这个故事的头前吼，就是我拄啊记讲耶稣人咧讲伊下午到互贵妇生迄个代志。这个代志了，随讲耶稣伫遐问讲，谁是我的兄弟姊妹？我毋知影是马可挑工将这放做伙，也是迄个时阵真正大家都想象伊是啥话。这个代志吼，拢发生伫耶稣开始传道的足早。马太拢总有28章，写伫12章；马可16章，写伫第3章。所以迄是耶稣拄出来传道理的时，人就是安尼款待伊啦。玛利亚做老母的，你家想。伫约翰，耶稣有甲玛利亚的互动，迄是第2章，伫迦纳遐用水变做酒迄个代志。迄第2章，迄嘛是耶稣出来传道足早的代志。迄个以后吼，咱拢无看到玛利亚的代志，一直到耶稣互人钉十字架，伫十字架骹，咱会记得伫约翰19章，耶稣看到伊的老母，甲伊所听的迄个学生约翰伫遐。伊将伊的老母交代约翰，约翰圣经讲约翰带伊的老母转去厝里服侍。你敢无感觉？我拄啊讲耶稣有4个小弟呢，耶稣无将伊的老母交代伊的小弟呢，将伊的老母交代学生，这证明讲吼。到耶稣互人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伊的兄弟啊对伊也无改变，真正是真严重的代志。玛利亚做老母，迄个时阵徛伫迄个十字架下，看伊的囝互人钉十字架。我毋知影又去想到足侪年前伫圣殿。迄个老西面甲伊讲句话，你的心有剑要甲你插透过，真正是安尼呢。我讲圣经内底，咱无阁看到耶稣甲玛利亚有啥物互动，是毋是阁发生这有即款代志，我毋知。总是我相信，玛利亚一定真关心这个囝。一定是关心，未了解总是出伫老母的听。耶稣咧，耶稣一定嘛是真关心伊的老母，未了解总是无法度。当然今仔日我哪有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12节到14节，这是耶稣上天了的代志，已经入去啊。伊
伊的兄弟有听也无，我毋知。总是耶稣讲我这项代志因知。咱今仔日看这三圣经，遐有11个学生，犹太已经死去啊，所以有11个学生的名拢伫遐。啊，佫讲一寡负责人以外，佫有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，因伫遐做伙祈祷。显然，耶稣过活了后，伊的兄弟有改变了啦。因知影讲，这个大兄毋是小，是咱未了解。顶礼拜吼，迄个选出一个新的教宗出来吼，恁有看迄个电视顶头真济，拢去访问这个教宗的弟弟，问讲这个教宗安怎。你敢想讲耶稣过活了吼？本来甲耶稣无往来这小弟吼，因信了后吼，你想有因会去问讲，你毋讲你甲恁大个安尼生活讲完听，一定会袂？一定会啦，有无？有啦，我甲你讲啥人吼？伫加勒台吼，伫加勒台第一章，保罗有讲伊伫大马色路上悔改，了吼，使徒行传是讲了，伊就伫耶路撒冷就开始传道就人就要甲抬啊，总是伫加勒台，这保罗家己写的批，这较准。伊讲迄个代志了吼，伊离开耶路撒冷，伊去阿拉伯沙漠待3年。这我讲道时捌讲，这3年对保罗来是足要紧的。伊伫遐这个阿拉伯毋是去遐佚佗呢，伊伫遐一定是将伊所领受耶稣的教示，甲伊所受的训练，犹太教哲学的训练，发展出来。保罗的神学拢是这3年发展出来，什么神德清义啦，这物件，这3年对保罗是足要紧的。保罗伊家己讲的，伊讲伊对阿拉伯转来了后，伊去耶路撒冷，去甲彼得待15日。你想伊是安怎去找彼得？彼得是耶稣头一号的使徒嘛？伊去做了，一定是要爱知影耶稣的代志。搁一个第1章加勒台第1章，有晓讲，我嘛去找耶稣的小弟雅各。伊去找雅各，毋是去啉茶甲穿果子啦，伊嘛是一定要去知影耶稣的代志。你甲耶稣做伙生活。迄足侪宝贝的物件，你拢有。保罗伊无讲，伊讲甲彼得待2礼拜，伊无讲伊甲迄个待偌久。总是伊知影，国外耶稣有显现，互伊的小弟看。因为伫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7节，伊明明讲耶稣国活了后。有出现互伊学生看到，佫有500个人看到，同一摆500个人看，圣经里头无，敢若伫遐尔。保罗特别讲，也出现互伊的小弟雅各看到，明明写，所以你就知影，这小弟吼，伫初代教会，原来扮演足要紧的角色呢。拄像即马大家拢去找这个教宗的这小弟，问伊讲这样的，对吧？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啦。耶稣伫传道的生涯
老实讲日子无好过啦。伊的老母嘛安尼啦，伊的兄弟嘛是安尼啦，大家拢真艰苦。这叫做要行上帝旨意的人会爱觉悟的代志。但吼，这兄弟吼，中间有两个人，因有留物件伫圣经的内底。头一个是我拄仔直直讲，一个雅各，雅各后来变做耶路撒冷教会领袖。伊耶路撒冷真要，伊初代教会真要紧。这个是雅各，伊有写一本圣经雅各书是伊写的，雅各书。伫雅各书第1章第1节，伊是耶稣的小弟哦，耶稣的小弟哦。我搁较牛吼，原来无想讲阮小弟会讲即落话啦。伊讲啥呢？伊讲我雅各是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主耶稣基督是伊的大兄呢，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要甲所有分散伫逐所在的上帝的子民请安。第2节，兄弟姊妹，你有感觉耶稣在问讲，啥人是我的兄弟，啥人是我的姊妹，啥人是我的老母？大家拢讲伊笑的吼。雅各开始叫这当时的兄弟姊妹。你想迄个改变，咁清清在在安尼变，伊毋若称呼耶稣，伊阿兄称呼我是伊的奴仆。阮小弟绝对袂讲伊是我的奴仆啦，无即个代志啊！伊称所有当时的兄弟姊妹。这毋是小可的转变，敢毋是？搁一个叫做犹大第1章第1节，这犹大小弟拄啊，咱有识看因的遐兄弟的名，内底有一个叫犹大。伊讲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雅各的兄弟犹大，雅各的兄弟就是耶稣的兄弟啦。毋是安尼，因为这是我老实甲恁讲，我直直咧想讲，我要安怎结束这个讲道，我真正毋知呢。我敢若会当讲耶稣真正足厉害呢，耶稣真正足厉害。你甲想讲，伊离开的时候。伊的小弟拢还毋知安怎咧，伊嘛离开，伊离开了，伊的小弟拢改变，是安怎？因为伊国活啦。咱不然对，咱讲国活这代志讲足济，国活，耶稣的讲国活改变一切。咱包装起来，咱即部咱定定听，耶稣的国改变一切，真正是安尼呢。今仔日的圣经更较互咱看到。佫一项我会甲咱分享，我毋知影恁大家家庭安怎。家事若有啥物问题，毋通袂记得替因祈祷。圣经内底拢无讲耶稣为玛利亚祈祷，玛利亚为耶稣祈祷，拢无讲。我相信一定有啦。耶稣是一个祈祷的人，伊无可能，伊嘛一定为着伊兄弟祈祷，用祈祷改变，根本的改变，是因为耶稣过啊。
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是阮感谢你，阮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看起来真无合理，看起来毋是人平常人会讲会做的话的代志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过这个得到真济启示。阮感谢你，想使阮有家庭一个世间。阮通过家庭内底的相听，经验你的听，总是阮也知，阮的人甲人的中间常常出真侪问题。阮的主伫世间的日子，原来是拄着安尼，互阮学习伊，互阮用祈祷。用交托来过阮逐日的生活，阮感谢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